弟兄姊妹平安。嚟緊呢5次嘅小組內容呢，我哋好想分享關於理財嘅課題。唔好以為少佢喎，因為其實聖經呢竟然有2350節嘅經文呢，係對我哋呢教導關於金錢呢或者係理財嘅內容喎。就正如其中一節經文馬太福音第6章24節，佢話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不是護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。馬門就係財利嘅意思。原來我哋管理財，即係我哋理財處理得唔好呢，其實係直接影響緊我哋同神嘅關係嘅。所以喺21節嗰度繼續講咩呢？佢話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也在哪裏。所以希望透過嚟緊呢5次嘅小組我哋去分享經文喺理財方面嘅正確嘅教導，又讓我哋一齊分享下我哋實際去喺生活上面理財嘅模式，或者我哋理財嘅觀念上面有冇一啲地方可以進步，促成我哋咧去變為一個精靈又合神心意嘅門徒咧。喺理財方面呢件事情咧，第一件重要嘅事情咧就係我哋必須要知道一個嘅重點，就係神係主人，我哋係管家。我哋要知道呢樣係好緊要嘅。天父創造呢個世界，萬物都係佢嘅，好似喺詩篇24章1節話：地和其中所充滿的，世間和住在其間的，都屬耶和華。所有嘢都係神所創造嘅。喺創世記裏面，神安置咗我哋嘅始祖亞當夏娃喺伊甸園當中，佢係叫人類咧去修理同埋看守呢個園子。雖然人其實可以享受當中所有嘅食物，係咪啊？我哋隨意可以享用嗰啲嘅果實，但係其實大家要留意喺伊甸園當中，人嘅身份係一個管理者，係一個監督者，佢並不是一個擁有者。佢係管理啫，佢係託付俾你去監督、去管理整個嘅伊甸園。所以咧，約伯佢自己嘅親身嘅體驗咧，佢就講得冇錯。喺佢面對苦難嘅時候，佢仍然話：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必赤身歸回。賞賜嘅係耶和華，收取嘅也是耶和華。耶和華嘅名係應當稱頌的。就好似亞歷山大帝過身之後，佢自己咧瞓喺棺材裏面咧，兩隻手就伸出咗喺兩邊個窿嗰度咧，話俾人知，縱然係一個好偉大嘅皇帝，但係佢離開任何嘢都係空手嘅。如果我哋知道呢個嘅重點嘅時候咧，耶穌講嘅一個天國嘅比喻咧，亦都值得我哋去思考。耶穌曾經講過一個天國嘅比喻咧，記載咗喺馬太福音第25章14至到30節，嗰度講緊一個主人咧離開國家嘅時候咧，將佢嘅家業咧交託咗俾幾個嘅僕人去管理嘅。大家都知道呢3個僕人咧，分別係得到5000啦、2000啦同埋1000嘅。呢啲僕人係被託付咗，其實佢哋要忠心同埋良善地管理呢啲嘅錢財，要好好嘅運用。因為主人咧係會翻嚟咧去查帳嘅，要睇下佢哋管理得好唔好嘅。管理得好嘅僕人就被稱讚，你係忠心又良善嘅。但係我哋知道咧，嗰個1000嘅咧就冇好好管理，係咪啊？賣咗喺度就由佢啦。主人翻嚟咧就去斥責佢，去罰佢啦，因為佢冇好好聽主人嘅吩咐去作出管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喺我哋話去學習理財嘅一開始嘅時候，我哋一個今日要好重點嘅要提醒你嘅係乜嘢呢？就係第一，我哋要知道我哋其實係一個管家。我哋所有嘅唔係我哋隨意中意點用就用嘅，唔係話我哋喜歡點用就可以用，而係按住神嘅心意，按住神嘅方式去處理，按住神嘅心意咧去監管嗰啲嘅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就係神其實係透過我哋學習點樣管理咧，讓我哋明白佢嘅屬性，亦都效法佢嗰個品性咧，點樣去對待嗰啲事情咧，點樣做一個管理者咧？呢個係透過我哋學習管理嘅過程咧，去認識上帝，去效法上帝嘅。所以咧，呢個過程都好緊要。
最後嘅，我都好想大家去思想一樣嘢，就係希望你哋喺小組嘅裏面去分享下，當我哋領略咗理財一啲嘅諗法嘅時候，咁當我哋去諗下咩叫做想要嘅嘢呢？咩叫需要嘅事情呢？想要同需要有咩分別呢？喺呢兩樣嘢嘅分別當中，我哋點樣按神嘅心意去管理呢？我哋點樣運用神交託俾我哋嘅財產呢？你係愛嚟處理，你愛嚟管理你嘅財產，令到你得到想要嘅事情啊？定話你透過神俾你所託付嘅嘢，去令你供給你所需要嘅事情呢？呢方面我想大家可以喺小組裏面呢更多嘅分享嘅。祝福你哋喺小組裏面嘅分享，能夠促進我哋成為一個又精靈又合神心意嘅門徒。